月子水嘅特別之處係啲咩啊？月子水屬性溫和，可以幫助滋補身體、改善體質、加快新陳代謝、解決手腳冰冷等問題。月子水嘅製作過程經過發酵，含豐富氨基酸，當中有7種係人體必須額外吸收嘅。飲用月子水可以幫助補充營養同修復體質。月子水嘅製作嚴謹，專業嘅分流製作出小分子嘅特性，使佢更加容易被身體吸收，有助促進新陳代謝，幫助排出體內多餘水分，避免水腫。月子水除咗可以即開即飲，亦建議用於煮食，無需特別調整飲食習慣，就可以幫助調理身體。無論係日常養生、產後坐月或病後調養，月子水都係你嘅最佳選擇。